来看中央院发布2025年经济成长率的预测，大概是2.93%。严格学者是表示讲，受到关税跟汇率的影响，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变化会较大。另外，因为美国甲越南对顶关税的谈判已经有结果了，咱的学者嘛预测讲，台美的对顶关税应该会伫15%到10%。是一种把 espresso 倒在冰淇淋上面的一个东西。那事实上，我们上半年事实上是炙热浓郁的哈。那下半年可能它就是像冰淇淋这样清甜。用点心比论做台湾整体进出口顶下半年的大变化。美国对顶关税的大均价，中研院发布2025年台湾经济情势总展望的修正，预测2025年经济成长率伫2.93%，会破3字头。不过学者嘛讲，全球无确定因素真多，会致使预测空间变大。按悲观的2.54%到3.17%，拢有可能。我们早期在预估这样的一个区间，大概也都是在15到20之间。但是如果我们谈得还不错，那也能够让这个美国的总统他们有一些宣传的效果的话，那甚至搞不好会有一个不错，大概10到15之间的一个状态。今晚美国越南对顶关税已经公布，中研院学者嘛提出台湾可能的关税，另外嘛提起讲，嘛是要继续关心232条款的走向，对台湾的影响更较大。因为关税宽限期得要到，最近台票升值已经破20倍，随时新台票换美金的汇率，盘中上悬一时得来到28.792块，起6%。相对于没避险来说，不管自然避险、远汇避险，都好过你什么都不做。资金会不会回美国？我觉得比较大的重点，你可以放在那个经济数据有没有变好。中研院学者分析讲，短期台票的走势保守有高，会伫20倍以上。对着外界预测，敢会重演2021年27块新台票的局面，变数也真多，对出口产业影响真大。最近经济部任务小组严密注意汇率的变化，要来协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